顶礼拜，台湾最后一个核电机组停止运转，即马正式正做废核家园。民团就强调，应该搁发展再生能源。不过，包括核能学会在内，真侪团体拢表示讲，核电无碳排放的问题，真侪工业大国嘛拢重新咧启用核电。因若台电是讲，这是国家的政策，因若支持来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。绿能接棒，2030刻不容缓。大声化口号强调台湾关核电机组了后，进入废核家园。核能规定了后，应该由绿电来接手。提倡再生能源发展的团体邀请发展太阳光电、风力等再生能源领域代表举行记者会，呼吁政府再生能源唔但是替代方案，更是未来的能源主力。希望政策应更加支持。当有人问非核会不会缺电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信的回答：再生能源准备好了。我们不只是替代方案。更是主流的路径，我们也是值得信赖的能源选择。不过，包含核能学会等的团体也同时举行记者会，强调台湾长期用核废无改作为反核政策的依据。不过，根据国际经验，高改核废问题并是无改，也强调核电未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空污，感谢大国隆重启核电，因为应该延续现有的核电机组。其实政府那时候。在2018年的以核两率公投过的时候，政府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，但是他不做。当初如果做了，包括你核二可以延役，甚至于你核一已经除役的基础，你可以甚至于去修改法令让它重启。对两派团体意见，台电强调，发展再生能源是国家政策，会一直支持再生能源的发展。再生能源的发展本来就是政府一贯的政策嘛，因为到2050年你要净零的话，那再生能源当时的占比是60%到70%啊，整个政策在推再生能源，它就逐年有一定的比率往上嘛。大家都很关心核3厂延役的问题台电加油！台电强调，虽然立法院已经全都通过核管法的修正案，即将到期的核电机组应申请重启，不过相关做法甲配套拢还未完备，加上社会上对核电使用意见不同，一切拢会过沟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